主后2026年5月30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观过人间的规条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。哥罗西书第2章16节到23节。所以，毋通伫啉食、守节期、初一，也是安息日的问题，互人批判。这个不过是将来的事的影，基督才是实体。毋通受遐个假谦卑、拜天神的人影响，互恁失去应得的报赏。遐人倚靠幻想，照人的想法，无根无据，自夸自大。甲头基督断绝关系，对这个头全身躯通过筋甲节得到营养，互相连接，照上帝的旨意继续成长。既然恁甲基督做伙死，脱离支配宇宙的灵，那要亲像属即世间的人伫生活，遵守毋通摕、毋通食、毋通摸即款的禁忌。这个不过是人所做的教规甲教示，用了就无路用。拜天使、假谦卑、甲苦楚身躯，看起来若亲像有智慧，其实对控制肉体的情欲，拢无路用。观过人间的规条，伫教会有时会听到安尼的话：真正属灵的人应该安怎安怎？假使无做到安怎，属灵性命一定有问题。原本为着引带人亲近上帝的规范，反倒变做衡量属灵境况的标准。久久下来，信仰无搁再是喜乐的回应，反倒是一套必须苦苦遵守的清单。保罗并无否定圣洁的生活，但是伊严正指出一个危险：伫信仰中，当基督受规条取代的时，敬虔就失去生命力。因为安尼，伊提醒，所以毋通伫啉食、守节期、初一，也是安息日的问题，互人批判。伫犹太传统中，这个规定原本是上帝设立，照伊引带伊的子民纪念伊的作为。问题在伫人甲纪念的工具变做衡量属灵的标准。当人看重形式却忽略基督本身，信仰就只有剩表面的敬虔。今日咱也爱问家己：我是毋是用外表表现来判断家己也是别人的属灵状况？我是毋是伫不知不觉中，甲属灵习惯变做属灵生命本身？另外一种危险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。伫遮的谦虚是一种表演式的属灵姿态，外表看袂输是敬虔，实质上甲焦点放伫家己的属灵经验。因强调特殊的异象、神秘的经历，看若像超越常人的属灵赞许，却毋是真正的属灵生命。基督徒的生命已经是自由的，但是伫实际生活中，真侪人却犹原互必须安怎、袂当安怎捆绑住咧。保罗列出典型的规条，即个毋通动，迄个毋通食，即个毋通摸等等。遵守这个听起来真属灵，但是迄不过是人的规律和教示的产物，即对外在行为有约束，无法度改变人的内心。人检测通表面遵守规条，内心却犹原骄傲，通外表克己，
内心却犹原充满论断。踮基督内面，咱毋是靠规条证明家己，毋是靠行为换取接纳，更毋是靠比较建立价值，是因为已经互耶稣基督完全接纳，所以甘心活出伊所喜悦的圣洁生命。真正的圣洁，毋是靠禁止，是靠更新；毋是靠压抑，是靠互基督的疼充满。保罗劝勉信徒毋通受制伫偏差教导所强调的遐个啉食甲做旗的条例，严格佮无合理的禁欲主义，也毋通受某一寡人的宗教经验迷惑。个人的神秘经验检测会当互人伫信仰上有动力向前，但是也真容易互人变甲自以为是。人若想靠家己对抗肉体上的情欲，是毫无功效的。基督徒既然甲基督同死，就不该受制伫无路用的宗教规条，是爱连结伫元首基督，安尼信仰生命才会当伫基督内面定根成长。默想，我是毋是捌用外在行为衡量家己，也是别人的属灵状况？我是毋是搁较济追求内在受更新，搁不只是外在守规条？我是毋是捌用外在行为衡量家己，也是别人的属灵生命的状况？我是毋是搁较济追求内在受更新，搁不只是外在得守规条？咱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互我踮伫你内面得到真正的自由。求你光照我，我无受人的规条甲假敬虔捆绑，得你活出由内到外受更新的生命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